人缘到处爬，人是往好去比的，人是往好去看，人是往好去学习的。好爱过较好，唔好的，所以讲唔好的不足的啦吼。咱来讲即个名词讲歹，不足的，不足的当然来改掉。即使修道若无改，若无改变，若不足的无换转换掉，无算咧修道，无算咧修道啦。因为咱来知修就是会改变。所谓修就是会改变，要改变啥？当然是改变咱人好的，咱的脾气啦、毛病啦、种种的心态有够济方面了已经。哦，但是随着这个因缘内底，咱大家这个道场拼过遮久，奉献过遐久，付出过遐济，财施、布施、无畏施、无所不尽，规个话讲就较实在，经过遮大半的精神，拢用伫道场内底。甚至为咧照顾道场，比咧照顾伊个家庭较济，真诶。即话，咱遮大人较无了解，若是讲咱头拄单年过去咧老前辈，真正咩？因咧照顾道场，用于道场诶心比用于家庭搁较济。迄像咱台湾人说，较实诶，伊当时迄阵拄啊当要出国开咯，拄啊当台湾拄啊要出过，一旦过出国开，伊咧写纸仔艰苦，一天到中甲医生来甲看话，讲礼拜伊嘛是。医疗下咧，下班啊寒咧，才有出国。因太太讲，生活嘛，同真正做老爸心硬干咧，真正心家用。大囝伫遐咧生，毋知有生命无生命，安尼真正下班啊寒会出国。但今日讲，当然是讲，我也毋是医生，我若医生讲我老了来甲照顾好会起来，我也毋是医生，我伫厝里讲就是较会好哩。啊，若准讲会好，我若无伫厝里嘛是会好起来。啊，若袂好，我伫厝里嘛是袂好。啊，就情形若安怎，才拍电话我才有答案，啊，对安尼。我咧看迄款示范就会去为着道务，为着道场，为着要开拓、要救度天下咱兄弟姊妹心灵，咱的心灵，就讲咱的心灵，咱的生死的关键会当因为运道了，真正去运道，通好超脱。迄款心遐尔用，迄款心遐尔活，迄款心遐尔精进，遐尔大的付出，哦，确确实实。奉献，若无安尼过来今日讲，虽然新闻线听个道场是讲，感觉爱若伊交别个单位讲，是感觉爱起心、爱出心来讲，上爱有就是即片个道场。啊，即片个道场拢是每一个前辈者投入因每一份心，投入因每一份精神，投入每一份财力，共同去拍拼出来。正产生今仔日一片个道场。啊，当然今仔一片个道场，咱。过去前辈才付出拍拼的无简单，但是咱爱搁继续弘扬落去。我当然继续弘扬落去了，有时我会感受啦。咱真会道场啦，毋是咱遮迄尔，大家差不多啦。咱讲讲共条有嘛，差不多该年纪啦。就是讲较少年的一辈，因为学业，因为知识，伊种种方面的因缘，较少年的出来参与道场。听参班一班的这个因缘就较少，伊的心也较少，心也较少。所以咱即马看，以前咱讲咱看去啦吼，内底上较无嘛了7%是咱即个前辈者，哦，年轻一辈讲起才无2、3成啦，讲2、3成是估计才才无2、3成。啊，这毋是讲咱遮安尼啦，其实进出也拢是安尼。啊，由此可见是讲，咱今仔咱即个即个过程当中，即个少年一辈若无提起来，就有变一个断层。咱像家庭相共，家庭的少年若无出来，年轻人若无提起来，这个家庭必断层。哦，啊断层就是不一样，遐就引用，啊动摇艺术。咱今日咱这前辈者，也阁有心，但是真真正正爱去看讲，咱的道务，咱的道体要安怎真正会当互健全，互护持好个，这介重要。啊，来伫这个道场上啦，当然除了讲道理以外，还阁是讲道理啊。啊，无啊，当建议互咱看，我就切我互咱听吼。啊，除了讲道理以外，还阁是讲道理。啊，讲道理，咱就知道理咧听，逐个听到咱拄啊讲这听道理听到尾，听喙多去啊吼。道理听到尾，听就差不多就是遐啦。啊，拄只含做咧讲也无必须，也无啥物新的出头，拢做变出来，毋听较讲嘛，这台湾话直接搬咧吼。哦，啊，事实讲，咱若真正无热心，无真正讲伫道理中，咱真正用心，真正咧实际去做，因为听道理是要互咱比，互咱知影，知影了是要做。啊，要知较简单，要听看会较简单，听知影嘛较简单，但是真正知影了要做到。
迄个困难。哦，我时常咱咧同事咧讲，大家做简单咧听道理讲，道理较讲嘛个，敢一个飞机毛病改到真改40几年改起来。哦，唔免讲咁多，一个飞机毛病，我飞机会生气咧，然后会烦恼咧，然后烦恼重的嘛吼，烦恼是物件。哦，应该讲烦恼无路用，但是倒一个袂烦恼。哦，啊，修行咱是过去先都甲你讲，就是要去改毛病，要断生死了烦恼嘛。啊，足简单嘛吼。啊，但是咱有烦恼了无？哦，咱即个前辈遮，咱敢阁会烦恼？啊，也会哦，烦恼啥物？平时若讲一句较粗俗的，细俗讲我查恁甲强要了，歹势啦，即是讲咱即时人细俗安尼讲啦吼，但是讲我大家有礼貌讲安尼，你讲人话啦，食老话讲，你看迄老人，你甲囡仔讲，我观察，恁甲强要头皮，含你咱在讲遮。我听安尼讲啦吼，迄是条话啦，啊，就有影，哦，啊话啦，食到像即个话，讲，若互我咧讲就讲安怎，我观察恁一半。哦，啊，有影你讲50岁观察恁一半尔吼，观察恁一半尔，佮剩无一半，剩无一半，啊，这是咱的机会。啊，当然意思讲，咱有先甲熟个，人生总是爱碰，拢爱善手生规个嘛。啊，善手生规，修道遮尔济年来，为什么烦恼也无人断？代表讲咱伫听道理的当中，咱等于切实伫做即段工课，也佫无够热心嘛。啊，无够热心，当然烦恼生死拢佫伫个，牵挂嘛佫伫个啊，操烦拢佫伫个啊，这必然性呀。啊，只要语言佫伫个，有时仔讲来讲，若要单咧听道理的，按怎讲嘛讲袂有咱听。真诶，佫请先来讲嘛讲袂有咱听，毋是哪好，我就话大家安尼咧讲来讲，都修炼煞特别啊，开班拢请先来现真啦。哦。特别的就对啦，都并开班拢先入来现身啦，啊，就小可管啦，先入慈悲，就特别拢来现身来讲道理，无难听啦。讲到尾教训大家困了了。要了解无？若干要听尔，要听又伫听尔，事实上讲起来，这是互相大家鼓励啦。伫咱大嘛是咧学嘛，吼，大嘛是咧修，道理上大家拢是咧学咧修，是大家互相一个鼓励。若真正讲咧听就听。哦，安尼讲，啊，这个讲书讲了好，无这个讲书讲了好我听，无这个讲书讲了安怎？要停留伫迄个层次。咱无要真正去做，是讲听道理，就是咱上去啊下校读册，要这个知识吸收的是要伫我的自身上，后日咱我会当运用的，后日咱我会当运用的，毋是讲这个知识吸收的，怎缀伫头壳内，后日咱拢运用袂着。大学生我讲一条理我落去，啊，内面对咱妈妈讲，我妈妈我一条理我落去，伊妈妈买遐济，佫到尾较甜一条理我。哦，安尼读册读到尾，佫读到后尾创啥话？啊，这有影的呢。哦，这毋能讲无影呢，因为自细汉就妈妈、爸爸都这个囡仔生一个手啊，逐个都讲真歹，安尼拢是啥？拢是宝贝嘛吼，拢是安尼同上明珠还是啥物货嘛，啊，都逐项拢毋甘伊做嘛，逐项烦恼呢。哦，真诶，我听咧讲咧，讲我若着牛奶泡到门床顶，叫起来你袂搁倒咧困安尼咧。哦，迄我是文字竞赛，迄看着我老安尼就对啦。我咧看，对囡仔遮尔用心，对囡仔遮尔付出，哦，啊付出遐尔济了后，当然你囡仔以后了大个大拢依赖妈妈，啊妈妈无伫个身边咯。哦，啊怎啊读册读到尾，伊个怎啊变成怎啊，伊个人生怎啊伫少年的阶段怎啊变做读册功夫尔对啦。但读册读好好，安尼就是好汉。哦，这是时代的问题，不是囡仔的问题，时代的思想问题。啊，所以咱讲社会是安怎形成？是社会的，是国家、家庭的人形成起来。啊，你今仔日就读安学道，啊学到尾了，拢本来讲啊听囝拢记头壳内，真正伫娱乐市场拢无运用出来，迄个道情、迄个道貌、迄个道气，甲迄个道爱，拢无显露出来。当地社会人甲你讲啦，我早起银行有一张对太太有伫个，伊太太过越南嘛吼，叫咱等阵出过越南，啊无伫啊当然就跳到啊，就去到，啊去迄种手摆啊搭等挂无，一个就原来坐伫迄看做伊迄银行内底就原来迄款，敢若讲贵宾去咧招待，就算咱客去伫遐坐啊，就一个伫遐，有讲到水头差不多。阮边仔迄个一贯道的吼。讲迄食菜，讲食假的啦，安怎样？我当好，我讲甲一大堆啊，就讲假饼就含伊，因为厝边假饼含伊假到着，安怎样就对啦。讲咧收伊，你贵卖收啊！啊，当然啦，我本来想要几样米两句啊，想讲啊，心事事性啊。伊讲咧食菜多，我话啥物话想，伊敢食菜多，会食菜多，今日无食菜尔，做这样。
哦，但是想想等下搁用钱。哦，当然咧做也是安尼讲笑啦吼，是安尼想。问题当然咱毋是讲咱完全收用食材料的做到100%拢满人家的地啦，毋是安尼讲法啦。但是事实上讲起来讲，即使讲真正咱的行为，咱会种种一切真正伤过离谱，交无修炼的人，交无食菜的人，差无介入去，安尼咱会去做人的问题啦。哦，路人化病，路人化病，你才讲来讲不该听道理啊，道理听啊先听，听要创啥？做的伊阮节无听道理，较嗨的啊。哦，人伊即句番拄出来，咱怎喙塌的，喙拄开然，怎水煮油，怎喙塌的。哦，事实上当然毋是大家毋是安尼，毋过伫修办道内底，咱讲的讲要效法圣人先佛的精神，因为咱后日是要创啥？是要是要成就圣贤。咱后日是要西方先佛，或者先班拜，或者他人伫遐拜班，哦，他人伫遐天公挂。咱是会安尼，哦，咱毋是咧讲世俗，其他大家伫遐比较，大家伫遐迄种毋是。当然啦，安尼咧到地道务，你看真辛苦，一班一班咧运作，一班一班咧计划，哦，一班一班咧进行。无他就遮无用啊！咱今日咧倒来厝，冷气甲开落，毋像大家关，枕头甲头关，迄就看一个电视咧，甲创啊话，无偌好，哦。电视甲开了看无，电视台甲开了无，落遐大伙仔斗的，看爱困落来甲困。要食要做，要穿拢有啊。哦，我嘛有咧食菜，嘛有咧修行的啊。哎，看偌好，无来遮，逐个来伫遮录，真正有影的。来遮坐甲艰苦，讲书也讲甲艰苦。哦，讲袂比听较艰苦呢。我要听，我歹讲。真正你若无大家较习惯看卖仔咧。刚开始讲我来做咧，咱就知哦。是讲无法度，担着讲做着讲，咱就讲咱家己愿意讲要做有，所以咱买看就爱担，只是安尼尔。吼，无他就安，无就大家在遮在做，刀拢求着啊嘛，师傅的刀拢大家拢得着啊嘛吼。生活嘛知影，三宝嘛得着啊，咱嘛有咧素食参考啊嘛，师傅咱也流氓墙啊。他落去继续后壁只后续动作，中心开班、第开班、无所不至班，安尼开到有班，开到无班，哦，他落遐尔济，一个重点尔，就是要互咱精益求精，互咱再接再厉，互咱好要搁较好，一个重点。哦，咱若无安尼继续，无讲就较害，咱细小比如，咱真要食清淡有够，有啊啦吼。哦，那这上会，你食是有够无？有啦吼，为什么要搁趁？做人咧打咱咧，等下咧后壁开始人咧开，讲袂熟悉咧开，为什么搁趁？就是讲希望讲要搁较济，剩较济啦。你着知影想，为什么要搁听道理？就是大家讲咱也不足，这做一项会足啊。代表咱要不足，不足的当中就是讲，再接再厉，一厝搁再一厝，一厝搁再一厝，而且内底大家强较强心强力，强动变的，这是必然性的对啦吼。用都安那来，我换两个主题，咱做参考啦，无咱先谈，怎讲咧到怎包尾，规个唔知咧讲啥话，听我话句，做歹势吼。我用这个题来含咱谈啦吼，如何精修精办？意思就讲咱要真正正到讲精修道、精办道。讲较靠咧，无靠咱咧假修道、假办道咧。那这题讲起来讲安尼唔好，咱咧做假尔。选举有人咧做假，有咧做假，含台湾含新台票，人咧骗假，咧谈落假，敢会有？咱免啦吼，之所以假，咱之所以讲假是，而且咧讲真，是讲希望讲伊的成分十足，毋是讲咱用假，毋是讲咱无影咧做，而且咧讲是讲咱的成分十足。今仔若无9999，遐做啥？有今仔有几颗？18颗，有14颗吼，有
千石的吼，啊，这三项要选做一项，啊，选千石的啦吼。当然选千石的较是真金啊，啊，18K 敢是也做金，有也做 K 金，14K 金嘛做金，嘛就是金啊，啊做 K 金。但是若要讲伊敢是真金，伊毋是假啦，啊不是假，但是敢是真金，不是啦，啊足奇怪是啥？伊的身份无够尔啦。啊！你今仔无我咧讲，是讲咱袂安尼收，毋通讲，咱讲咧到底对咱动手，对咱逐个发心亲口所是讲一个真大的一个不足，毋是讲咱袂真安尼收，毋是，是讲希望讲咱原来当初成本会达到10足，哦，也许咱是12K，也许咱这是个18K，哦，也许话较无够，有可能啊，哦，也许咱话已经进入到要成本10足啊。我就听，我就私下咧想诶，有些含仔咧动手讲了，当然这样是讲去鼓励，讲去赞叹心意啦，然后也伊有人拢有伊个点啦吼，有伊个不足啦，哦，咱拄则有较伫外口遐就讲地方啦，还是中心讲啦，像咱助理小人才嘅存位啊，吼，足优秀诶啦，哦，足优秀。啊，当然有伊个不足，咱就讲啊，袂遐好，甲国家遐好啦，吼，不过是咱互我看有对诶啦。较实实，吼，咱每定咧经济要进到是10足去啊。啊，不过当然，伫即个路咧行的过程当中，早到伊也是到，路尾到伊也是到，上行咱安怎？咱前面路无到，上班都安尼啦啊！紧咱去大理到高雄1点钟，来回加站到高雄1点半钟，我是来单讲啊，车6站，我到高雄2点钟，我哪会到啦？上行是啥？咱去到报路山去路山来行，爱想往里白行去走去白行佚佗，上行是安尼嘛？哦，即个较烦恼啦。啊，当然是今仔讲咱伫修好当中，我希望讲会当去到真修真办。呀，咱人难免会安尼，咱有咱的想法，咱有咱的思考点，咱有咱的主观意识，哦，咱有咱的环境，咱教育起来环境意识。啊，你讲每一个人想出来都无相共，良心救助。爸爸生3个囡仔，3个囡仔想法袂相共，看法袂相共，食穿袂相共。哦，何况讲，逐个伫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单位、不同的因缘来到遇到。虽然拢是共讲这五庄的人，啊中央这附近的人，但是，敢若隔壁就无相共，同厝内就无相共，不过讲隔壁。哦，啊，所以有个人的想法、个人的意识、个人的思考点、个人的立场。但是今仔日修道共同一点，要扭到道的中心思想，大家以道的中心思想做了思想，这若无达到真正的真修真办，咱有可能不少。所以师尊足担忧，师母嘛足担忧。过去遐诸佛菩萨嘛，替咱足担忧。为啥？咱若无真正真修真办，伫即个过程当中，一个过去了后，要搁得一个人生，迄毋是遐简单。得着人生了，还阁有因缘通修办倒无？迄嘛毋是遐简单。所以变来讲，先阮家讲，咱伫现，咱有即个因缘，咱已经拢逐项拢甲你付足啊。咱讲逐项人拢甲你放在齐全啊，拄啊剩一个3位。我翕一下，咱过去咧讲万事皆备，只cần同风。拄啊教咱一个法师，出咧人单床便便啊！真诶，对一人单床无便啊！想看卖，咱即个道场，咱即个修办，对一人单床无便，大人单床便便。当然，也许咱家己也会传着啦，咱嘛有去替别人传着啦。真诶，较早诶修行人，真正伫树较济个过程咧。伫网啊讲这个过程呢，哎，一块瓜吐出去了后，今仔日分有食分无食，讲分食是较歹听啦。就讲要去吸食，吸有吸，要吸无吸，吸过七加过，吸无就免食咧。人要倒什么货入来，毋知影呢？到底是昨食无了的，还是大菠菜，还是啥物来要咱倒的，毋知呢？毋是讲下日要倒啥，我先看者选一个，像即囡仔要食讲，妈，你煮个啥？好，为什么样呢？无选对个机会，你过去时人是真安尼呢，佮托我过七家过，托无就爱了啊！一比3比1我，无家己个家，无家己个厝，无家己个财产，啥物拢做无。伊敢若一生中敢若为着一个目标，
标咧奋斗，钱目标，见得，因的发心是干嘛唔可以做？所以咱甲看，咱经典大佬捌咧讲，六祖去见五祖，两行遐远的路去，头一句话见，讲我要做乜嘢，看我都无啦。因的心，迄款坚持，迄款智慧，哦，啊，咱真较是，咱真食好，穿好，用好，大好，对啥无好咱想看咩？佫有冷气，过去是有人老像咱只要钓通好想哦，10个先9个等尔，哦，不过的确是有人10个到9个有的可能，哦，真正过去是有人到没有，咱真车咱再变变。路天都免惊烦恼，咱拢怎样了？过去抑个脚踏车咧拍电拢免啊，车载到道场一间比一间较庄严，坐椅啊一讲坐椅啊一间比一间较舒服，冷气一间比一间较大。恐惧的啥？恐惧讲惊无，互咱有一个舒服的环境，咱道场听道理有来。你因为听道理学道是由理成行的。条囡仔小童是，伊对开始爸爸妈妈开始一直甲教，一直甲教，讲话好听，一直教，教到尾伊家己才捌输的。人生就是安尼啦，所以伫这过程当中咧，咱免亲像如何大约到真修真办，互较少。师尊有甲咱讲一段话吼，咱师尊甲咱开示的话来，咱做参考，安尼大家较贴切啦吼。修办道是超生了事的，毋是求福求寿的。啊，这段话师尊甲咱开始这段话是咧转咱的思想，所以我们转咱的思想来讲，互咱知影讲咱修办道到底是为着啥物修办道？但是咱一般去咧导人，去咧争传人，一般人讲咱修道偌好呢？哦，这道咧偌好呢？我讲迄话贴自咱听上呢，转家有变名有呢。当然，迄种包括在内啦。坦白讲，真正修办道，若要改变命运，要甲咱的人生的运行好顺去，其实这是小儿科尔。因为咱知天地地理，你再注意来看，天地地理这如果不对的。啊，就是讲，伊有这规则咧行，伊有规则咧行。交车时阵，车你无可能搭规矩，规矩咱当传路的，无可能搭规矩两路。车要开道，你来开路。火车要走时，咱走伫开道，走伫去野路，这是必然性的。船要行，马要驶，一定要流水。先伊就先咧过，恶路无的，这种业，必然性是安尼。今日咱来到世间，师傅先甲你讲。咱拢是大业来，拢是大业来。所以会当来做人，就是讲，当世俗一句话咧笑我讲啥，好心做官，歹心做官。咱有安尼问，咱有好心的时阵，咱有歹心的时阵啦。即世间今日真济，我看差无偌尼啦。我今日既然搭底啊，存无几亿，我昨也是存无偌济啦，差无偌尼啦，吼。我昨若有拍拼，我今仔可能会加剩我。我今仔有拍拼，明仔载才会加剩我啦。即使我昨若无拍拼，今仔去交谈差无偌济啦。咱的过去有业，虽然我甲恁讲，菩萨是成愿来成念，伊是成就这个愿，这个愿要来救度世间的兄弟姊妹，道家诸行，伊是成愿在啦。众生就不是，众生是靠业而来。毋正先师尊这样，即个世尊这样讲出一句话：业不重，不成法本。一句话啦吼。
沙无伊就是祸害咯。咱来我就讲，咱的业若无重，即个业伊毋是干讲善恶业尔，爱知哦，伊即善恶业拢伫内底。所以讲，你今仔咱今仔即个业重到未来到世间，真正好业到无足艰苦的。我后你讲安尼，后你好业到足艰苦有啦，你毋知影啦，好业人的心情，伊袂笑咱听啊，有影有烦恼呢。咱讲啊，做去雕，甲到神人城咧树咧雕，讲爱甲你厝内囡仔好好啊插的，啊无互人掠，互人安怎？伊个掠你，伊个啥？掠去放哦。迄个掠人，咱善良人囡仔，即就有一个讲的讲去放错只，放只放唔对啦，啊就去咱绑去了，拍电话甲伊讲，某物人，恁什么人你囝伫我遮哦，若袂摕20万来讨，伊讲拜托的，安尼你甲我饲，哦，你甲我饲。我厝内人饲的，我遐饲的，爸爸迄种甲饲。啊，了遐有影哦，啊，迄个放开摕着听安尼了，无利顺，你讲使去。哦，啊，若好业人当然无安尼，你遐伊叫放去了，你无3000、5000，无3000、2000块、5000块呢，若无3000万、5000万，你敢要放你煞？毋放你煞。啊，好业人伊爱无？伊的烦恼通过足济啦，咱是咧欣赏好业人咧欣赏善良人。啊，无人听讲下定的，下下来善良人要下下啦。啊，若要真了要下下，咱通我钱会下下啦。我当然你是好笑，大家要爱有钱啦吼。哦，大家拢要爱有钱啦。也不过善业重到讲伊毋好业袂使，真正有影，有迄落。世间好业甲，咱讲好业甲老早伊都出世外就是好业好业。买油买食买穿衫都免烦恼，因为伊善报嘛，伊善业重，过去做菜的善事嘛，做菜的恶报嘛。哦，人无咧做伊咧做啊，啊无咱无想的，世间都无平等的吼，咱会拼甲袂拼，会撞甲袂撞的，较撞的无够人开呢。人个出世外尔，拢也无做着的。老我厝土地、轿车一大堆啊！较早摩洛哥，看做摩洛哥海上卖一个国王的孙啊！哦，迄真了命，迄报纸甲咱出来，天下咱上好命去摕囡仔，国王的孙啊！你看那讲总统的孙啊，咧饲个囝，伊的孙啊！哦，迄讲起来讲，敢伊派伫边仔咧款待伊迄个囡仔的保姆啊！讲毋知拢总在10几个啦，哦，10几个啦。伊会调伊细汉囡仔，伊调大人咧算调车哦，我若去甲定做伊下属的调车哦，定做迄个若讲老师来书的，手工拍做起来，细只像咱即个赛迄个细只，咱搁出去看人游乐场咧赛迄个，甲定做像迄个细只哦，袂大人袂当使甲定做细只，甲定做3只哦。伊下佚佗间啊，比咱一间电动较大间。哦，迄个我读册啊济，啊我大人人出世来，世间因为伊先做一个材料来，世间伊要得善报，伊毋得善报袂使呢，有钱袂使，违反天理。即个啦，无天理，伊毋好业，伊毋得福报袂使，因为迄是伊的业来，伊来世间无得福报袂使。业咱有诶是做恶有恶报。啊，当然恶报你感觉出世来，比较半想的啦。你咱就看着咧一口罩啊，咧规个拢讲起来拢脑筋小倒的，啊，就内底靠一个咧清食清的，啊，结果规个厝内底有一个咱电视咧看着有影，北西边迄个看着迄个，有啥物塔呢？我当然伊是讲业重啊，这绝对有原因的啊。也咱看起来，咱若毋是改好，毋是改实际咱算袂歹啦。但真正认真讲起是咱咧较好咧。哦，不过是啊，咱咧讲考试嘛，讲要较好啦。但真学安尼思考是咱咧较好。啊，咱讲做总统好，啊边啊随你看到安尼太保兵安尼过百个过百个，迄偌忝呢？胡永庆迄偌忝呢？胡永庆无时间，无迄落伊无迄个自由，通讲看得出来，几啊安尼放大些呢？伊无迄个自由，讲交车拍的，讲要来倒呢？他没有那个自由啊。为什么？伊若准做要安尼，伊保兵啊准啊。一错万年嘛，无迄个机会呢。但是呢？好业人愈好业，迄个机会愈无，因为伊要找拢爱经过保镖的同意。啊，因为保全的好业人，一年当开伫保全的钱哦，保全的保镖的钱，
好野人哦，开伫保镖的钱上盖无像160万的。有影无安尼？哦，遐钱拿来我偌好，确实实的，话拢开上伊就去哩。伊4小时保护条的，善良人当然，但拢无啦，但咱若摆甲咱做好啊，讲咱要甲咱做。哦，来话讲你像人叫我，我若摆甲咱做好，人惊人甲咱做。就咱不答无，但惊咱做的，搁来到咱台湾用做。所以，伫即咱进创讲，咱过去咱的业内底先做外做外，有咱有这些年，有一寡福报，咱嘛有一寡不足。当然一寡不足内底，变成讲咱要食要做要吃，咱买创啊，拢还搁经过奋斗，经过打拼。但是伫这奋斗打拼内底，咱也搁会当过日，堪过日。那家己一个较自我，比较讲安尼可以啊啦。但是偏偏咱人来到世间是袂理想，有福了，要搁有福。有修，伊要搁求福求修，所以，互咱人人生来伫世间内底，咱的思想怎啊去落去？就是福要修，怎啊落去真？落去真了后，而且想起钱足济，敢爱过去，敢爱离开世间？哦，长伙时敢爱离开世间？爱啦，拢爱啦，吼！叔叔甲你讲的，一期的业报尔嘛。身躯是一个业报体嘛，一支个业报体，逐个总是爱用的过啊。用的过了，咱有去思考着无？咱讲看哩较短，看人生像想甲迄毋知影代志想这，像脑神经衰弱去，佫想这要创啥？但是有时仔人生要思考者，无想嘛袂使呢。无想嘛袂使，人生无简单啥，你着即边的人生。等到咱目睭开去了后，到底是要归过去？来世间求福求寿，福咱有求着，寿咱有求着啊。到底咱要对对去？后壁目睭开去了要对对去。这回先生来讲，师尊来讲，你无想者咱袂使，无想者咱袂使。既然要思考的时阵，咱讲今仔日大家得到道了后，开始投入伫修办道的行业内底，咱的心意若搁去放伫福求福要求寿，那呢？师傅讲一句话，我一粒真珠互来啦吼，一粒如意宝珠送给你，结果甲我当作敢若一个特色落去啦。敢若这样吼，袂珠啊，虽然咧得敢若这样，我虽然得敢若这样传过去啦，就是无电脑人算，然后电脑人算我啦，不算电脑尔，无电脑人算敢若这，哦，拍工讲无到不是打对着伊啊个表，师傅先讲一粒如意宝珠送互人，传互人。也咱怎啊把迄粒如意宝珠摕起咧，当作敢若一个特色到，迄只做大财消融。而且咱家己咱的意境当相加嘛，人生来到世间会得过啊，食好也是过，食歹也是过，吼，真剩较济也是过，无剩食甲老拄拄好也是过。毋过偏偏咱的心思无法度通家己做主，咱的心境无法度家己提升，偏偏照常落来的世间，还阁去互业放的，还阁去互业放的。为什么有业？当然就是过去的翕啦，翕就是污滴。所以有翕了，那医生说咧讲的翕业才造成，那是苦。就爱钱，当然这天正我若爱钱，就来两日头拍落读无册，当然去办公室甲找你去咯。读无册咧，若像我这个读无册，毋是咱读无册，册就无啥物蛮好安尼对啦。我无读无册，有读无册，就去日头拍拍人，读到一个囡仔，咱讲读到怎拢会翻金，翻黄金啊。哦，有影呢，迄日头拍拍咧到底看伫工人咧做咧，读到个规拢乌嘛，金丝丝呢。伊迄领衫，伊穿迄领正贵，比咱穿这个好几万块。真正咧，你要去日头拍，拢拍袂使嘛？爱钱啊！爱钱交点，讲我世间我爱钱死好无法度。你爱钱，你就爱去日头拍。无若像这个天，逐个嘛要来你伫恁气息内底像恁去。伊为着爱钱，有这个业拖去，当然伊会去接受这个啥苦活啦，吼。敢是安尼？苦活啦，爱接受这个苦去甲活咧就对啦。像学生囡仔相共啊，囡仔有艰苦无？我咧回想哦，囡仔6岁前较快乐咧，6岁前啦，若我迄阵算也袂歹，互我生到8岁之前还足快乐诶。
无读幼稚园，无幼稚园感觉，幼稚园迄阵是好样咧读的。我这边咱可能把他们讲，把咱家话可能把讲过。哦，一个兵做好个3年来做到了这4啊，落大船，所以咱财政调查他们落些有，啊落伊落结果落全叫海里公司而已啦，啊做袂使，哦啊伊就因有去读幼稚园，啊读幼稚园迄阵见乖啦，啊个分迄饼吼，迄饼是少年的，迄个饼中午一个空，了伊来见下课。我到下晝我走幼稚園，反正一看到阿母啊幼稚園好等，伊拢分2個饼，啊，就摕一個來我食，我印象足深。啊，迄陣差17歲，差不多先讀讀。有想要讀，但是時段都無迄個錢通，互咱讀幼稚園。啊，當然當讀國校，我當尾囡仔8歲起步，啊8歲起步1年咧讀了都懵懵啦，較無啥壓力啦。啊，若真就無相干啦。差不多伫6歲進前的囡仔算較快樂嘅，啊，差不多到7歲4歲就開始去啦。咱真講讀冊囡仔哪有啥物業？你去甲看，讀冊囡仔有啥業？有無？比大人較難講呢。迄話我根本袂來讀，我根本袂來讀日頭，我根本袂來日頭，我唔讀冊。讀無咧，啊讀無老師話要講你。当然像时段后尾骂你，哦，白咱读便当炸来去，啊无包饭炸去，结果你拢甲炸2粒饭安尼，哦，啊实在咧较大咧到袂，啊毋是讲我时段我嘛是钱较高呢，啊嘛是车较买呢，啊好上好嘛是拢还互你，哦啊咱别人考是100分咧，你考是0分，啊你嘛也是苦，很艰苦呢，哦啊当然读有诶伊要继续学有了，即个行业嘛是叫一个叫8啊4。你看若拄着要代课啦吼，高中大考还是大学大考，有艰苦无？哦，读过册有艰苦无？会读的凉啊啦吼，啊但可惜天下咱会读的无几个啦，拢全你就查到讲啊哪要会读啊哪要袂读，啊长个定去迄啦，啊若证明迄做出色的迄无几个啦，啊迄款会读袂啦，啊若个真正讲像我少袂读的，这真也袂啦，啊你读无就选择就业尔呢吼，但是偏偏真的时段，就是讲有囡仔买希望要下，买希望要下，请家教也好，请啥无所不至，大就好。真你若无通拄到一个2技毕业，吼，真正讲起像那念，细小讲是讲真歹听，讲袂晓考拄起啦。我真正有影，你真若真正讲囡仔栽培，讲无甲栽培到，毋管会读袂读，佮袂读的吼，私立的都原来世界无拄一个2技出来，我全咧无算啥个呀。哦，啊，拄一个2技出来，啊，无是咱袂可能讲袂晓补习，啊，再甲思考一个，安尼伊为着无要拼到有，安尼有艰苦无？你读册3更半暝咧行，现在3更半暝咧行，人咧困啊，人拢伫咧困啊咧，照常咧读咧，读咧透早拢鸟咧读咧，迄比咱咧上班搁较艰苦咧，会好无咧？啊，上班咧搁正常咧，早时困到到6、7点啊。然后几乎8点、5点要下班回来，暗时也无代志，看电影摄做素材啦，安尼。哦，当然咱就先对人是道场，迄是搁另外一回事啦。哦，啊若为真规划咧，单是行业，啊有业一定爱受苦啊。啊，为什么有这个业？因为来到世间做人嘛，啊无你做人要怎啊？逐项你拢无人要怎啊？哦，当然咱就是有这个业，啊有这个业，为什么来做人是过去无名，翕就是无名，简单讲无名无义。无名无知是无名啥？无知啥？无名无知，唔知影道，安尼。啊，所以唔知影道，怎啊对着你六道轮回当中？啊，对着你这六道轮回，随业业苦，安尼怎啊继续世尊讲，继续伫遐流转，流转就继续伫遐流转，流转不息。啊，今日咱要去破业，要去改业，当然就是一定要显智，智慧要显露出来。啊，智慧显露出来，师尊一指。当下地位高要，如果偏偏咱教授也去叫这个业放起来，也搁这个业缩掉，啊，这个业缩掉了，变成讲有时咱变突破，就咱就讲，我知影我身躯叫放个袂住，但是我把这个事啊透开，啊，地能力无够，啊，地能力无够，啊，地能力无够，当然来借着道场，大家共办，大家共事，大家共勉励，当中互相。伫咱的低潮的时阵，伫咱咧较无力的时阵，咱甲恁鼓励；伫咱较有力的时阵，咱来赞助别人，安尼互相共同鼓励起。所
所变成讲，伊今仔个修办道，咱要跳脱即个咱的业识，即个意识。 主观意识伫即个业报体的过程当中，要跳出即个主观意识，师尊才来讲，修办道是真正要互咱超生了事，超生了事，真诶吼。所以讲超生了事，讲真正真修真办后尾咱回去一往西方的，毋免阁继续是用道理，真正当记住轮回，啊若无邪路骗。啊，当然不甲咱讲，不是。 经义者不是实义者，不是不公义者，不是不公义者，不是哦，我这个，反正我也不照顾呀吼。咱来讲佛义是不骗啦，啊佛义讲的话真真实实，啊佛真真实实，那咧先师尊来讲嘛是真真实实，修办都是真系能超生了事，重点是要看一下。哦，啊所以既然咱咧超生了事，咱当然来就是内底去认真用心。 去开咱的智慧，开咱的智慧当然就是经学来。那么伫人生的过程当中，真变做过，哦，这在当中。过去古圣人伊就甲咱做一个规划。啊，伫即个规划内底，当然咱讲咱有些可能会讲为浪费落去，也有，也有过甲懵懵懂懂的也有，但是咱为照伊人生的规划咧行的也有。啊，所以世间变变来世间斗一撮，有迄个真正足够的人，哦，有迄个真正讲出去互开探路的人，后尾真正讲伫路边看到人还没关系，就我们人。哦，后尾行随咱人扶他也有，嘛尾死了后人安尼恭恭敬敬，成佛成菩萨，足济，拢是用来世间斗一撮做出来。啊，是用世间斗一撮做出来，问题是伫伊思想，但是伊个思想就是对对出来，伊细汉起好啦。所以一个国家愈先进，伊个教育愈发达，伊个知识就愈发达。后咱怎样看？后咱讲国外行行看看就知影。国家愈先进的，你相信世界当然，大家讲美国上先进，即世界是美国是超强国家了对啦。那咱的科技就讲龙武科技武器，科技龙武伊几60年，哦，龙武伊几60年了对啊，甚至袂龙武几百年。那像咱即阵仔咱咧讲，咱要做一个潜水艇，那沉水舰啊，袂讲话做正水舰，迄技术世界大前，一国就咧做，啊，加钱偌久啊？
啊。